起立。兄弟，大家平安。咱今礼拜的平均年龄有降低啦吼，真欢迎咱的主角学生有分伫咱的事奉。来，小朋友跟大家招招手。那我想不止咱吟诗的时，即马有主角学生来参与。其实咱的司琴，咱嘛注意，有当时司琴嘛变一两个真少年的吼来参与啦吼。所以大家参与伫教会的事工，一代接一代，这是咱真爱注意的代志。好，咱三个阿头来祈祷。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透早的时，阮伫遮摆设这段，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敬拜你。主求你祝福伫这个礼拜的面顶。主，阮要为着伫这礼拜中，阮的讲员来献上阮的祈祷。主，求你互因所开拓的道理，无论讲的，无论听的，拢当得到利益。主，阮也要甲将参与服侍的同工，无论因的年纪是轻，无论年纪是大，主因有份伫你的圣工，有份伫你的圣会，有份伫你福音的传讲。我们为着这来感谢你。主，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拄着病痛，无法度来到阮中间，也是伫线顶伫参加的人，主，阮也为着因来献上阮的祈祷。主，伫今日，阮也求你祝福伫普世界，凡奉你的圣名组织的，主，拢求你满满祝福伫因的面顶。主，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清净阮的灵，互阮通进入阮的敬拜。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咱来进行会前的练习。咱今仔日礼拜当中要团练的诗歌要练的要唱的诗歌有两首，第一首是新圣诗的38首，第二首是226首。咱第一首38首俄罗专灵主上帝。这首诗歌是德国的诗人内安德牧师伊所写的一首诗歌。伊根据诗篇103篇以及150篇的经文，伊将这经文伊甲改写做咱圣诗的诗歌，内容主要是要来学了咱的主上帝做法的大权能、奇妙的律嘛描述上主对咱人无微不至的保护，甲看顾咱人的需要。伫生活工作中的需要，伊拢知影，伊嘛诚做咱及时的帮衬。所以咱所有的人拢应该为着这一切来学了上主，互上主得到荣耀。好，这是咱来唱一首诗歌，第1节甲第4节，咱拢来唱一遍。学了专灵的主上帝。心欢喜。
俄罗主和你工作，英文古不离。伊的主爱甲人民温达，常常看顾你。平心来想，主若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会辅助你。我着真难，俄罗天边，俄罗伊大观念。南京人拢叫这声，俄罗的面前，念讲阿门，叫做勇敢大的念，永远俄伊的稳定。好，接续第二首诗歌，226首，226首，咱就感谢上主至大。这首诗歌是咱本庄的杨树勇杨牧师由原根据诗篇96篇以及对歹势诗篇第95篇第95篇第1节到第7节的诗歌伊甲改做咱圣诗的诗歌诗歌总共有4节有4节第1节就对第1节歌词对照咱的诗95篇的第1节、第2节第2节的诗歌对照第3、第4节安尼落第4节对照到第7节的经文来对第1节呼吁众人，咱就要来感谢俄罗主至大的上主。第2节诗歌，咱爱尊重上主，聆听俄罗伊所创造的山川海洋还是山深谷。第3节是咱的俄罗上主创造海洋陆地，并且搁一摆呼吁咱爱来到咱上帝面前来屈身敬拜。第4节经文，上主是咱的主，咱是伊所照顾的羊群，因此咱就要来感谢俄罗伊。好，由愿咱来唱第1节到第4节。谢上主之大，做咱拯救招伴，大家就来到伊面前，作声乐无停。上主的主之大，上帝也过世间一切，关山深起地手中，伊是万王的王。洋海大地是伊创造，咱着极敬俄罗。跪伫创造的主面前，鞠躬敬拜虔诚，因为伊是做咱上帝，是阮的高万世。咱是有君做伊行哩，受伊照顾有赐。好，以上是咱今仔日的2首诗歌，是咱要来唱第3首307首，是唱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咱主日的清早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咱要来俄罗伊，咱要来感谢伊，咱要来敬拜伊，是咱同齐来唱307首，当圣神伫我的心。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俄罗主，亲像早时代比龙。当圣神伫我的心，我要俄罗主，亲像早时代比龙。
我要学落主，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比龙。我要学落主，我要学落主，亲像早时代比龙。当成神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比龙。当成神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比龙。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比龙。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比龙。当成神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比龙。当成神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比龙。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比龙。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比龙。好，咱诗歌团的到这，请咱闭慢心来进入礼拜。见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的，祝福人有福气。恁要食，恁的手着我所得到的，恁要享福，事事亨通。咱来吟圣诗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俄罗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气力，拯救你，着俄罗尊崇。
听见的人就进入伊的圣殿，甲我同心欢喜称赞。咱起立来吟圣诗38首全首。我若全灵的主上帝作花的大君王，你最我尊重，那你啦，就进你的圣殿。请坐。下面，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毕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下面咱做阵来启用，伫咱圣诗后面启用文第59篇。启用文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咱做阵来启用，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
哪会来求救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骹热、烂领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无捌听过。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以上，咱下面先请主许冠成长老来咱导讲，伊的题目是翻译圣经。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即摆是我甲小朋友讲故事的时间，大家就当做家己是小朋友安尼吼，做伙来听咧。我用华语的吼，因为小朋友恁敢听有台语？好，无反应安尼恁了解意思吼。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伫咧厝内底要加油吼。好，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第3课哦，第3课是翻译圣经。我们前2周主日学的故事是什么？小朋友知道吗？哈，摇头。好，我们先讲旧约，是不是旧约？然后来讲什么约？对，那旧约有几本书？你嘛是小朋友，你嘛会使回答，知影无？哈，我敢若这边拢无上过学，安尼袂使哈。哦，旧约39卷，对不对？39本，对不对？啊，新约嘞，27，所以合起来就是一个数学，叫做39，27，对，啊，加起来是什么大顺？哦，好，这基本的要把它记住。好，我们今天要来讲翻译圣经哈。好，那为什么要翻译圣经？小朋友知不知道原因？因为十诫啊，是这样吗？为什么要翻译圣经？请问圣经是不是一开始出现在这世界上就是你们看得懂的字？对啊，不是啊，圣经一开始你们看不懂啊。圣经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好 ，OK， 圣经这个等一下跟你们讲，圣经的旧约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我们在场有没有人看得懂希伯来文？有，牧师传道应该要看得懂。因为神学院受训有这个哈，其他人看不懂希伯来文，等一下给你们看，看你们看不看得懂。其实你们好像都会哦，等一下你们看一下哈。那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也不好懂哈，也不好懂。好，那为什么要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像故事书哈，看这个圣经怎么样从以前看不懂的字变成现在我们看得懂的字。好，来小朋友来，我们来看看啊，兄弟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哈。这边有很多字。啊，小朋友都知道吗？左上角那个是什么 ？Hello， 哇，很棒 ，Hello 啊。第2个那个是什么？哦，Bonjour， 哇塞，哎呦，Bonjour是什么文呐、啊？法文哦，哇，那中间那个黄色的，你好 ，OK， 那再来那个白色那个是什么？哦，日文哦，有没有小朋友会？第4个那个日文是什么？哇！这边的小朋友真的水准很高哦，哈，要加油了啊！こんにちは没有错啊，最右边那个韩文，哎呀塞哟，哇哦，哇塞哈，这不简单哈，小朋友可能都受到那个没有，都受到这个最近韩剧那 K-pop 影响哈，他们对右边的那个蚯蚓文他们很了解，这样哈。好，这5种都是不同的文字。可他们的意思都是中间那个黄色的，就是你好。那圣经以前写的字哦，也是就像这样，那个意思，但是要变成黄色的，简不简单呐、啊？不简单啊！有人点头哦，我看这不太简单。来，小朋友，上面有5种话，中文应该没问题吧？谁不会讲中文的？哈，都会很好啊。啊，你袂晓哇，这厉害哦！台语敢袂晓？台语什么意思？台语就是台语啊，台语哦，可能学校有在教哈。第3个是客家话，
哇，这客家话我不会。啊，小朋友，你会客家？好厉害哦，3种了。英文小朋友会不会？4种了。啊，最后一个原住民的话，小朋友会不会？哇，台湾现在有几族啊？16了，16，越来越多族了哈。他们很多都在证明了这样。哇，所以小朋友你要想哦，光我们在台湾，你看就有上面这么多话，全世界有几种话，你们知道吗？全世界现在有在流通的这个说话语言，也让这边的小朋友知道一下，7000多种，全世界有在流通的哈。光菲律宾就有1000多种了，他们有很多都在地的方言，原住民话，台湾的原住民话10几种了哈。菲律宾的原住民的方言1000多种，那很可怕。全世界7000多种哈，所以这个圣经一开始是希伯来，就是以前那些人写，他们用希伯来文，后来用希腊文，全世界根本没人看得懂啊。上帝的话这么宝贵，刚刚有读那个起印哦，说啊，上帝跟我们讲要去传福音，可是那些人讲的话我们都不懂怎么传，怎么办？这时候我们请哆啦 A 梦出场好不好？哆啦 A 梦是不是有翻译举落？一吃之后就怎么样？哇，一听到什么都听得懂了。没有啦，哆啦 A 梦那是卡通啦哈。翻译机怎么样？翻译机。啊，刚好我知道要传福音的时候说翻译这样。可是你们知道那个 Google 翻译它语言也没有那么多。小黑老师刚说7000多种，对不对？好，于是上帝就有赏赐翻译的能力给一些人。来，我们来看，先看小朋友看左边，你看那个字，你是不是写过？左边那个左上角那就是希伯来文，左边那个希伯来文有没有？你们刚出生好像都写这种，有没有？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啊。小黑老师在学校教书哦，很多哥哥姐姐现在联络簿还写左边那种字，然后跟我讲说他功课抄好了。我就说你来，你抄什么？他自己就这样，我说哦，你抄得很厉害啊，连自己都不知道。那是左边那个是希伯来文，右边那个是希腊文。以前的圣经最原始的版本，这上面都是这些字。哇，那这些字全世界没人看得懂，怎么传福音？我们啊不传了啊！上帝跟我们讲，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不传了啊！哇，好了，于是怎么样？于是开始哦，就有一些有能力的人，有翻译能力的人，他们不但会自己的语言，他们也会去学别人的语言。像我们生活在台湾，我们就要知道，有一个什么博士来台湾，都在拔人家的牙齿。哦，他来有没有学这边的话？当然有啊，他不会只讲英文，他当然有学啊，有没有？因为一拔牙齿就会说哪一个字，你知道吗？他先学会那个字，一拔，然后他听，他就知道说啊，听，就是痛的意思。哦哟，语言不得了啊，对不对？这些有能力的人怎么样？就开始去学当地的语言，开始翻译，版本超级多，这个小朋友都不用背，都不会考，但是你们要知道好不好？从早期的74译本，后来有5加大译本，再来马丁路德把它翻译成德文，最后丁道尔把它翻新约了翻成英文这样。所以全世界各地好多人哦，不是只有一个人，超级多人把上帝的这个话开始翻译成各种语言，为了什么？为了传到世界各地去。哦，哇，因为上帝让我们传啊。再来有人说，小黑老师，那中文呢？有，在最早唐朝的时候哦，唐朝就有这个外国的这个使节到这个唐朝去传福音。然后到后来有这个马里逊牧师哦，这个马里逊牧师就很重要了因为他一个人来到中国干嘛？自己学中文，自己一个人哦，没有爸爸妈妈陪哦。哇，先把中文学会以后，再把上帝的这个圣经翻成中文哦。这个马里逊牧师 ，OK， 那最后有一个富善牧师，他就跟很多人一起合作，怎么样把这个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出来？最后这个富善牧师很特别最右边的这个富善英文叫 Goodrich Goodrich 这个牧师怎么样？他把这个圣经翻完之后，他自己还看到那个圣经完成的样子他把它翻译出来之后，自己还看到他这个圣经中文圣经怎么使用，富山牧师都有看到那
过了10年之后，圣经出问世10年，他才被上帝接走哈。所以这么多人都是他们目的只有一个，我要把这个圣经，我没有拿出来给你们看。我们教会也有好多种圣经哦，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翻翻看哈。来，小黑老师手上拿2本，这个是什么版本？大家知道吗？这台语圣经没有错。小朋友，台语圣经看得懂吗？那个字你可能都认识，但读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要用台语读哈。这个读不懂没关系，教会还有这一种。妈妈有。哦，太好了，这个是中文译本哈，这个就是用我们平常这样讲话的样子翻译的哈，这个可以读，这个你们比较读得懂。那2本可以搭配着读，很棒。好，来我们继续。那么，在这个华人世界里面最多人用的啦哈，那弟兄姐妹都知道，最多人用就是和本。好，我们早期教会用的也都是和本了哈。那这和本是1919年出版的，1919年。好，那过了60年，1979年才出了中文译本。所以早期的教会都是和本哈。那么这个在教会里面就用很久。那再来，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版本？说小黑老师翻成我看得懂就好了，为什么这种版本？这个小黑老师跟你们讲，你们知道这个语言讲话会变，知道吗？你们以后上了国中就知道了，有所谓的文言文，古早人讲的话，那个文言文讲出来我也不懂，我中文很烂 ，OK？ 所以呢，随着时代的演变，语言的改变，我们就需要很多种版本的圣经，帮助我什么？更了解上帝的话。所以左边呢是像日常演进，右边是像显微镜。我们要仔细的去想，上帝本来讲这个话什么意思？不是被后来的语言怎么样影响，我们用自己的判断。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种版本的圣经来了解上帝要跟我们讲的话。好，那么这就是中文。中文大部分这个，对了，你妈妈可能这些都有好几本，知道吗？你回家好好看一下。左上角和本哈，大家都有；右上角中文译本，左下角新译本，右下角是吕正中译本。这个吕正中是一个香港的传道师，他一个人从原文翻译中文的圣经。这个吕正中呢很有名了哈，他这牧师非常有名。那兄弟姐妹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哈，他就是把圣经从原文翻成我们平常使用的中文，那会就是按照原文直翻这样，没有经过什么修饰这样了哈。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翻译的圣经，其实目的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好，那来我们就要讲台湾了哈。台湾呢有所谓的台语圣经，这个台语圣经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让这个上帝的话变成我们台湾人使用的语言。所以不是这种话，是这款话，知影无？圣经以后用这款话在甲恁讲话台语真正足水的。我台语无讲介好，恁来加油，知影无？好，老师在教恁来听。好，那现在台语译本呢？这个教会的这一本我也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这一本1996年翻译完成，1996年所以到现在也是将近30年了哈。这一本，那2021年有翻译一本更新的，不能说翻译2021呢，圣经公会有一本叫做这个汉罗对照，就是它有这个罗马字，然后也有这个中文，就华语对照、上下对照这样，让你知道这一句是罗马字怎么念这样可以知道说这个字怎么念这样。2021的有汉罗并用版这样。那总而言之，重点就是要让我们常常读圣经，像你们等一下要献的诗一样。常常读圣经，我们要更了解上帝的话。好了，圣经呢，这个从小到大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一本书，不要说卖了销售量最高一本书，有50亿本，因为它不断的翻译，要给所有人知道。好，那再来这个翻译的现况，让小朋友知道一下，有7000多种语言，现在有部分圣经有的就是只翻译新约啦，就是圣经一本书699点太大了，有人翻译新约4000多种，那完整的圣经有1700种，现在有整本的已经2025年有700多种了，所以有很多人不断的在投入。那么小朋友，最后小艾老师要跟大家讲，上帝有让一些人有翻译的这个才能，可以从以前的文字翻成现在的文字。那你们有什么才能？有的人有很会唱歌的才能，有的人有很会煮饭的才能，对不对？有人有这个医学的才能，有人有很会安慰人的才能，哇，才能太多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荣耀神，所以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金句，华语的小朋友一起来读哈，台语的等一下我们大朋友一起来帮忙哈。来，华语的预备起，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好，台语的小朋友试试看了哈。今日因为大家做伙来，学习预备开始，学习做啥物？拢着因为应跟上帝来做。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好，搁一遍。或是做啥物，拢着因为应跟上帝来做。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好，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眼睛闭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能聚集在一起，然后要献诗，然后听故事。来敬拜你。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你从以前就有给很多人有翻译的才能，让他们能把你的宝贵的话语翻译成各种语言，让我们懂。那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才能，然后能在以后为了你的福音，然后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等一下要献诗，要分班，我们将等一下脚步都交托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咱们请出嚟学台咱献诗，因的诗歌的名是《早时犹太正世囝》。
好，咱即时暗头做阵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爸，上帝，伫这礼拜日的透早，正兄弟姊妹聚集伫咧殿院中敬拜你，恳求你赦免阮的罪，清去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专心仰望你。阮愿意顺从你的旨意，行你爱阮行的路。阮为着全世界战争来祈祷，乌克兰甲俄国苏俄伫战争中已经死过4年啊。伊朗甲美国的战争嘛4个月啊。这是阮世间人彼此无信任、彼此无谅解，因为贪心甲欲望所造成的。求主你疗赦阮的软弱，用你大权能的手安慰伫战乱中破碎受伤的家庭，嘛想赐这即种掌权的有慈悲怜悯的心，或者战争会当紧紧来结束。台湾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是安尼，我们向恁来祈祷，中国甲美国对台湾的影响甲争夺。伫全世界政治、经济无无用的局势中间，阮台湾内部也产生了纷争。阮恳求你赐恩惠甲怜悯，赐智慧甲谦卑的心，互阮掌权的人，互因伫带领国家有清楚的方向，所做决策，毋是出于个人的私欲。是真正对老百姓有利益，愿因所行所做会当显明主你公义甲慈爱。主啊，我嘛为着咱教会暑假主日学夏令营甲南方学福音队的事工来向你来祈祷。这是阮教会要回应你所交代的大使命，搁较侪人来传播你的福音，求你带领阮筹备的每一项事工。无论是动工的安排，还是现场的准备，拢有你的同在甲引带。愿阮伫这事奉中间有合一的心情、喜乐的心，甲信心的气力，互搁较侪人因为这活动来明白你、归向你。阮也将教会主日学圣歌队、敬拜团、各团契甲小组的事工交托伫你的手中。主啊，这事项拢是为了要传播你的福音，求你引带牧师、传道甲服侍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因伫事奉中间袂亚线，嘛袂软志，反倒转来，因为倚靠你的力量，来得到主你的帮助。嘛愿圣神充满伫阮中间，互阮伫分享彼此的扶持中间，搁较明白主你的旨意。信仰会当搁较坚定。自顶礼拜日，台美会姊妹蒙主恩召，转到主你的厝，伊伫教会温群服侍，建设了基督徒真好的信仰。伊一生的日子，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恩典。愿主亲身安慰、带领、看顾伊的家族甲子孙。主啊，阮也为着咱身体软弱、破病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祷。你是伊哋的主，求你安慰因的心神，扶持因的身体，互因伫病痛中间，悠然感受到你同在甲平安。愿你的医治临到因的身上，互因通早日恢复健康。活伫主你的恩典中间，为你来做见证。伫今日的聚会中间，我嘛愿圣神甲咱众人三角之地，愿你开阮的心门，互阮对牧师的顶着中间会当领受你的话语，得到开力。阮将今日礼拜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下面咱要来读一节的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5章13到17节。伫咱新约圣经222面，13节，独独凡事受责备的，就是互光所显明，因为见若受显明的拢是光，所以讲困的人着醒，对死人中起来，就基督的光要照你，所以着斟酌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着亲像有知识的，着保守机会，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所以毋通戆戆，着明白啥物是主的旨意。下面咱要请柯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醒来了后。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搁一届甲阮众人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愿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站，成做阮生命的根基。愿恳求信心即时运行伫阮中间，互阮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一开始要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今仔早起，你困醒起来的时阵，你头壳内底第一个念头是啥物？今仔是主日礼拜，我来做礼拜，敢安尼？其实咱第一个念头是啥？我爱起床，我爱去洗面洗喙，我爱准备今仔日要去教会穿的衫，然后咧想讲我今仔日要礼拜了后，我要去食啥物？我下晡要做啥物？我今仔日要甲啥人见面？敢毋是安尼？其实伫咱每一工的早起时，咱可能拢是安尼。有可能咧想，我今仔日爱完成的目标，我爱做的工课，我爱进行的任何的事，也是讲有人醒起来了后讲，啊，我著便当，我搁踅一下，搁甲眯一下，搁甲困一下，反正时间还搁早。我想这是咱日常中间咱的生活。今仔日咱所读的《以弗所书》第5章，保罗继续咧讨论一个代志，就是咱基督徒咱生活中间，咱爱做啥物？就是咱基督徒的生活中间，什么物件是具体伫咱的生活中，咱会当去实现的？其实基督徒的生活无遐困难，因为咱的生活拢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日常咧做的。内底所要讲的代志，所要做的代志，其实你我拢知，咱嘛拢捌的，咱拢会当去做到的代志。所以，当保罗咧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阵，伊咧强调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应该爱有一款甲人无共款的生活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展现伫生命的价值观顶面。这个价值观，保罗讲，人信耶稣基督了后，爱用一个新的态度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咱当看到保罗伫批信内底，伊一直咧强调讲，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的我，是一个新的我。甲也未信耶稣基督进前迄个我是旧的我来做一个对比。伊咧描述一个人有信耶稣基督甲无信耶稣基督中间的迄个差别。所以，拿安尼来看，保罗对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是相当的严。相当的迄个标准真悬，伊毋若要求讲伫社会顶面要有一个新的形态来出现，而且伫你的家庭的生活中间，嘛袂当凊彩放纵，安尼我讲啥物拢无要紧安尼，做代志就凊凊彩彩。保罗要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的态度，敢若有一个目标，就是效法上帝，这个目标真重要，是因为迄个耶稣咧驾驶门徒的时阵，伊安尼讲：
讲即种的信仰的精神是，恁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是完全一样。将上帝看作咱学习的目标，将咱生命的标准放伫上帝准则顶面，这是一个真悬的标准。咱为什么爱来对着这种的标准呢？咱会当了解一项事：伫创世纪的一开始，上帝用伊的形象创造人，这个目的是毋望咱人会当亲像上帝一样。所以，上帝咱会当讲，上帝有慈爱有怜悯，上帝的心真多是咱无法度去理解。但是咱爱有上帝这种仁爱的心，咱爱活伫这个世界顶面，而且上帝阁予咱人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就是好好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甲上帝同款，有人咧想到讲，那安尼甲上帝同款，敢会落？敢若亲像伫创世纪3章第5节中间所记载，迄个蛇对人讲：“恁爱亲像上帝。”这是蛇对人所讲的引诱人对落的话。因为蛇讲爱亲像上帝，伊主要用意是爱人会当分辨迄个善好的甲歹的，要甲上帝对抗。这个起心念头就毋对啊。但是保罗伫即个所在讲，爱亲像上帝同款，是爱咱人恢复到上帝创造人的迄个时刻。上帝创造人，互人一个真好的恩典，就是上帝的形象。所以咱在座每一个人，咱的身躯顶拢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形象有真侪面，有真侪无共款的模样。咱每一个人拢会展现迄个无共款的部分，总是这个上帝形象是咱人所爱对咱的生命所珍惜的，咱对万米的生命爱管理，咱爱承担这个责任的态度。所以讲学上帝，亲像上帝，这是用上帝听做主题，以谦卑的态度来行上帝旨意，这种的态度就是咱生活的目标。所以，当保罗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听的时阵，伊讲：那亲像芳芳的米，要献伫上帝面前，摆列伫上帝面前的时阵，这句话是对利未记第4章11节来讲的，就是讲咧献赎罪祭的时阵，迄个烧的遮的祭米。真芳，这个芳的味是要真做献给上帝。我想，祭司要用这种方法为人献上这个赎罪祭，就是要互咱得到上帝的赦免。但是上帝用这种方式，要表明人有这个疼心，咱来学习上帝，咱咧认罪悔改。毋是讲啊，我认罪悔改就好。咱爱有上帝听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才法度真正明白咱有罪。所以，当咱明白了后，咱讲咱基督教一个信仰的中心之一，就是只有认罪，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接纳。保罗伊一直咧强调，咱爱有无共款的生活态度，是甲这个世界有分别的。所以，咱对咱的生活实际的行为，保罗讲，咱是上帝子民，咱生活中间无应该出现有3种的情形。这3种的情形，就是淫乱、污秽、甲贪婪。伊讲，这连想拢唔通想。伊讲，基督徒是一个芳芳的祭的这个祭米。咱爱献给上帝，所以保罗爱咱人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其实保罗咧讲的这件代志，是咧对当时的人咧讲的。
保罗传福音去到外邦人的地区。其实外邦人有最真明显，迄种做上帝所看无欢喜的代志。伫外邦人的地区有真侪庙，因当地的人咧敬拜迄个神明，因就甲迄个长期有淫乱的行为。所以保罗要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伫生活顶面虽然伫迄个环境内面，但是因的性命、因的生活、因的行为，莫受到当地的影响。咱教会伫即个所在，我想我之前捌甲大家分享过，咱周围大大小小遮的庙寺真多，每一年拢有迄个会绕境。当每一年迄个时间开始的时阵，咱目沙路落塞车，咱就感觉生活受到影响。我毋知恁的心中敢会有一寡 murmur 出现，但是咱要安怎伫即种的环境中间，咱的情绪、咱的心情无受到因的影响咧？莫互咱因为因所做，互咱的性命、咱的情绪受到影响咧。所以保罗特别在这个过程中间，咱看到伊讲贪恋是咧等于拜偶像，因为有人透过安尼想要得到更较侪的钱财，因为因将这个钱财看做是神明共款咧追求，也是讲伫咱生活中，咱可能真意爱某一项物件，有某一项咱会热切去追求，甚至会讲无打算用任何的方式，拢要甲得到。那呢，对咱每一位跟对耶稣的人，咱虽然表面看起来，咱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咱看重迄个外在的事物赢过咱的性命的时阵，这就已经败坏了咱信仰内面的迄种圣洁的行为。所以，咱真做一位基督徒，咱爱真明白了解，这种污秽心灵的行为、话语，咱拢爱甲排除伫外口。所以保罗讲，安尼要安怎排除？保罗劝勉信徒讲，爱讲感谢上帝的话。咱要讲感谢上帝的话，那呢？因为咱知会讲感谢的话的人，伊上基本的态度就是谦卑。所以有人讲，无讲感谢上帝的话的人，伊可能是一个骄傲的人。保罗爱咱提醒，伫咱所讲的话顶面，特别伊讲，莫空嘴讲白话，莫乌白讲，就是讲迄个无真实的话，也是讲无根据的话。那用即摆语言讲，就是讲八卦，莫去讲遐个代志，来引诱人离开上帝。所以保罗一再咧提醒咱，袂当去讲迄个无实在的话，致到互人因为安尼离开上帝。那讲即款话的人，伊上尾上帝会甲处罚。所以保罗要提醒的是，当咱若咧讲遮无实在的话时阵，有时嘛人会互人去误解圣经的话语，致到人对圣经的了解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表面上有的人讲啊，我拢咧讲圣经的话，总是有时咱无法度真正明白伊所讲的一句话的圣经在伫当时也是伫现在，迄个差别伫倒位。所以保罗讲，莫甲乌白讲话的人做伙，就是莫陷落伫迄种情景的内面。各位兄弟姊妹，你的生活是怎样咧？也就是讲，你的生活的状态是如何？那亲像一开始牧师所讲的，你每一工拢是真规律、照步，一工一工一工爱做的代志，拢是照这个顺序咧做吗？我想，当咱用这种生活顶面，咱拢有家己的这个节奏的时阵，
牧师要问的是，伫恁现在即款的生活的方式内面，伫上帝的话语，伫信仰的实践，占你生活的百分比有偌济？你到底伫你的整个规工，咱讲扣掉困眠的8点钟了后，你有偌济时间是甲上帝做伙的？我知咱拢一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知咱拢伫咱的生活中间爱注意伫咱生存的这个条件内面，咱拢爱食、爱啉、爱去趁钱，来互咱会当活落去。总是信仰的代志，伫你的生活迄个排序内面，伫倒一个位置咧？人的心会受到外在的影响，心若受到动摇，信念就会改变。那呢，咱的行为就会行往伫即个世界。咱的心若安尼去行的时阵，咱的生命就行伫咱的心所要想的即个路上顶面。伫顶礼拜，我咧带玛纳团契咧查经言的上尾4章，而且讨论经文的内容，忽然间因去摕到公义彩券，是毋是无公义不义的钱财的即个话题？公义彩券，我若讲公义彩券是伊的名词啦吼，伊咱就知影是乐透彩啊、大乐透遐，伊敢是不义之财吗？所以我就请伊去查，伊就 Google 去查公益彩券的历史。哦，原来因知这伊的头前是爱国奖券。吼，咱若较有年纪的拢知爱国奖券，我嘛是爱国奖券迄个时代啦吼。对1999年了后，才开始发行这个公益彩券。所以我就伫遐讨论、咧分享，讨论了。我想，咱的遮的玛纳的青年，因对这个公益彩券态度是相当一致。因讲，因袂为着这个彩券的迄个叫做得奖的几率吼，伊讲我就去买，伊讲迄几率伤低啊。但是因伫某一种的程度顶面，认为伊是不义的钱财。我想，若对这个议题，我看到咱的玛纳团契无受到这个世界影响，因无受到讲我去买一个彩券，我一暝我就好呀。因无这种的受到引诱，因真清楚知影，这个彩券是属伫这个世界，人无应该因为伊受到引诱，伊咧提醒家己。爱对上帝信靠，所以顶礼拜甲因分享经验了后，看到咧讲即个话题，我知咱的青年伫即个世界是真做信仰的见证者。那呢，咱每一个人，当咱的信仰，就是爱伫即个世界咧甲咱握手的时阵，咱爱及时出现，是我是以上帝做中心。我是用耶稣基督做我的导师，我是互信心的帮助呢，互咱对这个世界价值观，咱人的欲望、贪婪，对罪的引诱，会当讲不要，会当讲离开我，因为咱安尼才有法度对早前迄个旧的我转往新的我，咱的生命。才有法度展现出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呼召，咱才有法度伫咱的生活中去实践主耶稣基督的疼甲恩典。各位兄弟姊妹，虽然咱拢知咱爱跟对耶稣基督，咱拢知咱爱跟对，但是咱永远无法度放落伫俗世带互咱的影响。有淡薄仔亲像讲，我知啦，我头壳知啦，
我内底我知啦，啊，我要做是要做，迄是分开的。所以，咱要真明白了解一件代志，咱要真认真谨慎来生活。因为基督徒，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形象。伫经文内面有讲咱每一个人拢是互上帝吸引的人，所代表的毋是咱个人尔，所代表的是咱每一个人拢属伫基督的身躯。咱若亲像点灯的迄个光共款，所以咱若无注意，迄个光会暗落来。有可能会失去迄个光，不但无法度光照别人，而且会成做互人绊倒的石头。所以保罗咧劝勉以弗所教会信徒讲，爱智慧的人，遮所讲的智慧是咧明捌上帝的意思。那对箴言内面，咱常常咧看到，箴言第1章第7节讲，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有望的人看清智慧，嘛无愿意学习。第9章10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明捌至圣者就是聪明。所以保罗讲，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知影安怎来使用伊的这个时间，因为人的生命有限，真正有限。伫生活伫这个世界，其实咱详细想，咱苦难、艰苦的日子其实真多，欢喜快乐真少。所以伫这款的日子中间，咱其实无多时间会当去讲别人的代志。所以保罗要强调的是，咱每一个人爱真注意。啊无，咱就会陷落伫离开上帝这种困境内面。保罗佫一再强调，智慧是要帮助信徒明白上帝旨意是甚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以弗所书讲，这个智慧是要针对伫四周围活伫四周围拢是外邦人遮的信徒。伊讲，遮个人有可能是有望的。所以智慧的人，因会晓选择。这个选择，咱若转来到旧约的背景来看，旧约内面所讲的智慧，伊无表示迄种智能顶面的一种成就。这个智慧是讲的生活的态度，是对明捌上帝开始，闪避开一切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咱伫咱的生活中，咱拢会真主动去闪避一寡危险的代志。总是有时咱毋知迄个物件、迄个代志，也是迄个行为，到底有危险也无？那呢，咱就爱转来到上帝面前，恳求上帝，互咱智慧来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正真多罪恶伫这中间。咱讲即马新闻报甲迄种诈骗，咱拢知，总是有缘有人会陷落伫即种的困境中间，有人有缘伫即个中间失落去。所以，当咱爱明白，咱爱敬畏上帝，所要摕到智慧，是互咱对明捌上帝开始。所以，咱会当安尼来看，看智慧，伊是容阮义人知影生命的秘密，知影生命的一种欢喜，嘛会当了解伫生命中间的痛苦。所以智慧是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特别伫咱处在这个环境内面，互咱会当去实践，帮助咱会当避免这个世界引诱。有人讲安尼，互咱的生活会当转向上帝所看最好的。所以智慧咧呼召咱爱明捌这个世界的邪恶。伫遮保罗所用的是犹太人一种对人的一种智慧的这种说明，要提醒每一位
讲智慧是遮尔啊重要的。那呢，咱人虽然处在即种充满邪恶的世界，但是通过上帝的恩典，享受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智慧，互咱会当对即个世界中间醒起来，看清即个生活的方向。所以，这是上帝要享受咱的每一个人的恩典。智慧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要互咱人个人会当自我识识，你会当认捌家己。伫早期犹太人迄种传统的智慧内面，伊讲这是代表上帝的旨意。伫创世纪中间，男性甲女性拢活伫上帝旨意这种目的中间。其实上重要是上尾要甲上帝结连做伙，互咱伫上帝恩典内面会当聪明找到生活的道路。所以对人类的发展的历史来看，信仰的角度，咱来看的时阵，有一件代志就是当确定的，就是咱若无要甲上帝结连做伙，捕捉伊的旨意，那呢咱未来的方向，咱就会失去，咱就会看无明，上尾咱会变做自我放弃的这种的结果。各位兄弟姊妹，上帝呼召你我每一个人，上帝赏赐咱迄个无限的资产，是要互咱伫咱每一人的位置、职务顶面尽力，照着上帝教示去做。所以保罗讲，莫做糊涂的人。咱唔通做，咱看起来敢若咧军队耶稣基督，但是咱所讲的话，咱所做的代志，其实拢甲耶稣基督的教示无关系。那呢，咱就去失去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境界，咱会用这种无道德的代志，咱会开咱的门，互伊入来。所以基督徒爱避免这种放荡的生活。第3章第5节有讲到淫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意思是讲，任何过度上尾致到咱失去自我控制，也就是对当时的情景来看，保罗用唔通啉酒过度这项代志，迄是当时基督徒生活伫当时这种的外邦人的文化中间，这个是真危险的，因为犹太人因本身伫食饭的时阵嘛会啉酒，但是保罗讲，恁唔通酗酒，唔通啉伤多，致到你失去自我的控制。我想，伫早期咱嘛看到伫台湾的社会有侪即款的情形出现，所以禁止啉酒，其实伫侪所在拢有出现，因为啉酒会致到发生一寡意外危险的代志。现在咱若看新闻，毒品嘛是影响到这个世界，所以最近开车拢会拄到迄种临检，以前都写酒测对，即马佫有一个毒驾，伊个指示灯顶面拢有写酒测临检、毒驾临检。为什么安尼？因为这影响到咱的世界。那呢，咱本身佫较认真来看待这款的社会问题。所以保罗咧讲伊种过度啉酒的想法，伊伫18节后壁又讲，要安怎来对抗呢？对当时的人来讲，伊无警察通好抓遮个，所以保罗讲，爱互信心充满，爱互信心充满。伫原文内面，互信心充满的这个被充满是一个进行现代式，表示一种连续线的经验。这款的想法就亲像伫你的四周围有人拢咧啉酒，你就伫迄个环境中间。所以保罗讲，咱若处伫迄个环境中间的时阵，你个人爱互信心充满。若有这种信心充满伫你的内面，你就袂致到受到别人的影响。
所以保罗继续讲，信心充满了后，一种对应的方式，就伫第19节到20节。伊讲爱用诗篇、圣诗、灵歌来对唱，爱对心发出音乐，爱来学老主，爱用伊唱歌，而且爱奉咱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各项代志感谢咱的天父上帝。我想即款的情形，伫咱教会，也是咱团契等等的聚会中间，咱会当看到，这是咱信徒一个真实的回应，嘛是咱群体对上帝一个真好的回应。所以要对抗这个世界，保罗虽然提到这个啉酒这个问题，总是伫对抗这个世界时阵，咱上好的回应就是，互信心充满，互咱倚靠信心的力量来抵抗这个世界引诱。咱若个人要靠家己的力量要来对抗这个世界，是真恶的、真困难的。总是一个互信心充满的人，咱有上好的帮赞，迄个帮赞就是上帝。所以咱凡事都要有一个感谢的心，因为咱相信，伫每一件事件的后面，无论伊是好也是歹，咱所用家己的标准所看的好也是歹，伊背后拢有上帝的旨意。只是咱当时无明白，但是咱若用感恩的心来看每一件代志的时阵，迄会当真容易，互咱的生命充满了活力，会当感受到信心伫咱身躯顶迄种不断涌流出来迄种的力量。保罗要考劝咱的，爱咱明白的是，伫黑暗的社会是需要基督徒的亮光。即使咱拢无想要点到即款的光的时阵，咱就无法度去显明见证上帝迄种拯救的疼。保罗用光明甲黑暗，咧形容基督徒爱亲像光明的人，爱照光黑暗的世代。所以保罗讲，即个光明的轨迹是良善，是正义，是真理，是信实。安尼，互咱一个真清楚的生活的目标、指示，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咱咧面对黑暗的世代，咱对这个社会有这个责任伫。一个社会是因为黑暗，才需要咱有这个亮光爱进入到这个中间。咱若想啊，今仔日若这个社会拢真好、真完全，那是咱基督徒要做什么的？因为黑暗，才需要咱进入到这个世界，帮助遐的人，陷落伫困境中间的遮的百姓，互因知影上帝的疼。咱若基督徒，敢若顾家己，咱无法度甲遐伫陷落伫陷阱内面的苦难者做伙的时阵，那安尼，咱甲别人敢有啥物款的无共呢？所以，当咱听到耶稣基督劝勉咱，对咱讲的话，讲咱是世界光，爱照光别人的时阵，咱欠毋是爱对台湾咱所徛起这块土地所有的百姓讲毋免惊，阮就伫这个所在，因为阮的生命中间有耶稣基督。无论拄着什么困难，拢毋免惊啥。当咱身躯边的人，因咧面对困境，因咧面对挑战的时阵，我想这个时刻甲因讲，咱的耶稣基督甲你同在。那安尼，咱就是迄个亮光。这个光，毋是人所多甲少，因为伫真黑暗的所在，迄个一拍啊灯火，一蜡烛的火，拢会当照光迄个房间。所以咱毋免讲期待讲啊，台湾咱的百姓，咱的基督徒敢若占5%，
其实咱占的是小小真少真少，总是咱所发出的光，会当光照这片土地，互生活伫黑暗中的人会当看见咱所发出的亮光。所以，咱要讲，咱要去实践耶稣基督迄个大使命，要去传福音的时阵，咱大心拢会想到啥？会有困难哦。我要安怎甲伊讲？我要甲伊讲啥物？我无人通讲，但是对今仔日开始，咱袂当阁讲困难的所在，因为咱拢是上帝光的代言人，有光的所在，就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若呢，牧师邀请咱众人想看觅，咱会当做啥物呢？上尾有两个问题，互咱转去会当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想看觅我要安怎做，才法度将上帝放伫咱生命的第一位？第二个问题是，伫咱所处的这个群体中间，这个群体毋是干那讲咱教会，是你生活中间，咱有归属伫无共款的群体。那呢，你要用什么款的行动？伫你的群体中间来见证上帝，愿今仔日会当帮助咱来实践主耶稣基督的听，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愿感谢你，你有耶稣基督带着你的听来到这个世间，帮助阮，互阮明白你听阮每一个人。互阮领受对你下来的听，互阮的生命有对天来的平安喜乐，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光灯，进入到阮所徛起的社区，阮所徛起的公司群体中间。愿主你帮助阮，互阮明白，阮就是你的代言人，我们来见证，我们来诉说。你奇妙的作为，愿主赏赐阮有智慧，互阮会当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然后伫阮的生命中会当行出来。愿主亲身引带阮众人，互阮伫无共款的位置、无共款的所在，阮拢要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愿主亲身引带，互阮的生命会当亲像光灯，伫这个世界内面。伫这个社会中间，发出上帝你的听，愿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26首，咱着感谢上主至大，咱着感谢上主至大，做咱拯救活石盘，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声学罗无听。咱起立来吟圣诗226首全首。咱着感谢上主。这段对咱拯救石盘，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声学罗无听，万主的主旨我上帝赢过世间一切，万山清气伫手中。因为是
请坐，下面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咱出自咱心甘心乐意。若是咱今日会当来奉献，咱是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咱对心内准备咱的奉献，求上帝接纳咱所献的时间、金钱甲心智。请坐。下面咱来报告，伫报告头前，咱最近来读圣经的金句2遍，伫咱周报第2面，请。因为光的结子伫即切好甲义甲真，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以弗所书5章第9节到10节。因为光的结子伫一切好甲义的甲真，验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以弗所书5章第9节第10节。好，下面咱来看后礼拜侍奉同工。后礼拜领唱是正人教执事，司礼是张一如执事，司琴陈雅玲老师吼，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张景元执事甲张景伦执事，招待是陈连娇执事甲陈爽娥姊妹，音控是周明祥执事甲柯成文兄弟。咱伫周的执事是张景元。好，咱看后礼拜3查经祈祷会吼，咱题目是信仰的难题，咱经文是创世纪第22章第1节到14节，书会是赖文如长老，主理是潘秀丽执事。咱后礼拜第2礼拜主理是理和团导师吼，爱经文甲经文是诗篇127篇，题目是工课，南是耶稣基督耶和华建造。下面咱的经文新圣诗吼，咱家己来看吼，准备好，咱来看后面的报告。消息吼，
咱头一项，咱今日下昼1点到离咱2楼礼拜堂，咱要举行招待同工的训练吼。咱下昼12点半，咱先伫地下室1楼来用餐吼，请咱要参加的同工先下昼先去1楼来用餐吼。啊，第2项，咱理学传道书今日是前往万隆教会来讲道吼。第3，咱圣诞节甲感恩节筹备小组要开会通知吼，后礼拜到6月28 12点30分吼，伫咱地下室，咱召开本年度第2届筹备会吼，咱请主流校校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的团长、少年团契、马拉团契、妇女团契、少年团契会长参加吼，阁社区关怀据点的负责人吼。阁组员，阁有想要参加咱圣诞节活动筹备的兄弟，咱做阵来参加吼。礼拜组开会吼，咱伫圣诞节筹备会了后，咱要刷开来礼拜组的会议吼，请咱礼拜组的组员做阵来参加吼。第5项，咱顶半年度的检查要通知吼，咱定伫7月19，咱要办理咱今年度上半年，就是正月到6月检查吼，请咱各团契在无同工吼来准备吼，咱需要将咱的手头的现金吼，放伫咱的寄金簿内底，6月30进前吼。第6项就是咱陈美惠姊妹伫6月14蒙主温调，咱愿上帝亲自来安慰咱的家乡吼。咱伫6月22，就拜一透早7点吼，咱伫殡仪馆吼，要举行入殓甲火化礼拜吼。6月27，就拜六要10点，伫咱教会举行告别式吼。礼拜结束了，咱要前往平安园吼，举行安放礼拜。好，补充报告吼，妇女团契伫拜二有出游吼，请有报名妇女团契要出游的。遮个兄弟姊妹，会记得早起7点半伫教会集合，8点要出发吼。这是补充的报告，以上。好，毋知今日有是啊无吼？这是咱来介绍新的朋友吼。第一位坐伫这边吼，林山元弟兄，嘿。这位弟兄，伊是郑顺英姐妹的先师，吼，伊第一摆来咱教会，甲咱聚会，欢迎你来，吼，欢迎你。好，咱欢迎伊吼。另外吼，介绍是卢永斌弟兄甲伊的太太高贵慧姐妹，吼。因是咱主内兄弟姊妹，早前是伫咱和平教会聚会啦吼，已经来几啊遍，吼来几啊遍，但是咱老高无甲介绍着吼，今仔日特别甲大家介绍，互大家来熟悉，吼欢迎恁以后常常来甲咱聚会，吼，欢迎伊吼。好，咱只是来行平安礼。还有，阁有。好，补充报告。歹势有老高去是吴建生弟兄，吼，因专家，吼，是曹家，吼，曹家介绍因来你是伫西雅图嘛，是无？吼，伫西雅图，吼，今仔日拄有迄个机会来甲咱同齐聚会，歹势甲恁老高去，吼，阁甲恁欢迎一摆，好，咱来正行平安礼吼，咱圣诗527首。
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光明，因为耶稣做有过我的人生，我喜享受主我名，我喜给人的做定，因为耶稣丰富三条主所定。咱由咱徛咧来念尾遍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今时说咱请牧师来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受赎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诚心愿灵甲咱感动，徛起到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拍，这是到万世代，这是到万世代。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灭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